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这几天落大水，雨明仔载开始会较少，不过这北部、东北部有关是要特别注意的向下大雨。宜兰台七甲线拍通，抢救297个人，不过较内面的明治山庄有关有300多人伫遐，需要运送物资入去。今日台股表现无好，无到晚3点，台票汇率早盘也落一角，落尾央行有插手，等来到31.997块。受到中度风台尼沙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北部地区这3天内拢一直咧落大水雨。台北市的擎天宫到下晡的累积雨量已经超过1700毫米咯。气象局继续发布这大雨特报，也要提醒台北市一个所在呢，这山区的朋友，这个所在会落大水雨。若既然山区落大水雨的可能性应该是有，接落来一直到10月拢会受到这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在北部、东北部也拢爱特别注意下大雨，因为这雨已经落连续几日天咯，土石会较酸软，出门在外特别注意。家人暖暖，即户民家是土石流受灾户，好佳在人员平安，住户已经安置好啊。台北市树林因为连续落大雨，造成必定桥卡停车场严重积水，超过50台车拢变做浸水车。虽然气象局伫16暗时已经解除泥沙风台、海上风台警报。不过外围云系加东北季风之外，也是持续为全台湾带来真大的雨量，尤其是北部、东北部累积的雨量真大。这3天阳明山擎天宫超过1700毫米的雨量，宜兰县大同局部所在雨量嘛突破1000毫米，台北市北投、基隆5岛雨量拢超过850毫米。气象局提醒，东北季风影响持续到10月，爱国严防短时间内雨上的度。这波降雨也到明天会稍微告一段落。从这一张定量降水预报图上来看，环境风在18、19号一样是比较偏向是东北季风的环境，所以是以迎风面的降雨为主。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雨出现。中央应变中心统计，这个强盆效应带来强降雨，全台湾各地已经超过400件灾情。北台湾大雨无停，石门水库今年头一遍下洪调节水量，各地水库也拢明显入水。基隆新山水库贴水率有84%，翡翠水库甲石门水库贴水率超过90%，中部的明德水库贴水率超过85%，南部地区敢若詹门水库较无50%，南化水库有98%。大概只剩下少数的水库，就是曾文比较少，其他的水库几乎都是要满库了所以现在是高水位在操作，那高水位操作也有高水位的压力所以水利署的同仁都要很谨慎。经济部表示，全台湾敢剩詹门水库的贴水量有较低，其他的水库拢维持关水位。基隆地区的水情灯号也调整为水情正常。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风台外围环流招来正高的雨水，伫新北市市的碧竹山庄昨暗呢，就这个山架规大片的土石就安尼出入来去弄到真家厝，现场已经封锁起来。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高压变电厂设伫咧碧竹山庄，大概落大雨就惊引起灾情，建议台电应该要甲这高压电厂搬走。这台电表示，电塔底座是安全的，也会甲新北市协商讨论。风台泥沙外围环流带来大水雨，北台湾上严重。新北市市也传出灾情，碧竹山庄真侪居民备受冲击，现场已经有封锁线。安尼嘛是真无方便啊，对无？我拢都爱去台北住啊。有去影响着，因为阮这电拢共的嘛，惊停电出问题，阮这就变做讲会烦恼啊。高压电塔都设伫碧竹山庄，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已经请台电进行安全检视，透早也开会讨论如何第二补强，也就中长期来做规划。高压变电厂设在罗杰山庄，造成居民在生活上的压力跟恐慌。我建议台电应该一劳永逸，让高压电厂有11个地方都能够顺利搬迁倒地。铁塔是安全的，塔基是稳定的，没有问题。那即使要这个迁移铁塔呢，我们也要找到新的一个铁塔的一个位置，那整个都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才会来做迁移。
后续我们会跟新北市政府来做共同的协商讨论。台北市大河康乐磅空口10日发生电焊涂胶甲路树绑落去，互磅空无法度双向通过。经过规内抢通，已经伫早起6点40分开放通行。内湖区也发生真侪灾情，安泰街191号车路电焊也绑甲真厉害。当然嘛，迄落会惊磅空头前迄落有路落来。针对10日无伫第一时间赶到台北，继续伫外县市造选互人批评，国民党强调一切拢按照 SOP 行，紧急或者是例外进行，再由长官来决定。透早顺其行程，也只是作秀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大水河造成灾情，台北看出来，咱来看到宜兰。这宜兰县的大东乡发生水崩山，台7线有真侪所在拢崩塌。经过透明抢修，今早起先甲台7甲便道拍通，택移297位民众。本地有上百个人掉伫咧车兰山庄内面，也因为这山路拍通啊，有一寡人已经出来。不过，较山里内面的这个明地山庄呢，也阁有300多人还未落山。本地是要甲因空投不住，却因为受到气候限制，无法度执行。引导民众离开灾区，经过透明抢修，总算伫17反正12点外抢通台7甲便道。原本就地安置的96车，297个人陆续撤离。暗过受到泥沙风台甲强盘效应的影响，宜兰县大东乡发生土石流，台7线真侪所在崩塌，有民众也掉伫内底，无法度落山。明地山庄有癌症患者无法度落来，有用药问题。对，那目前有一个比较紧急的状况，就是有一个住客他是乳癌的患者，他的用药到今天就用完了。另外，道路中段民众参观港东总303人无法度出来，所有人目前平安。不过，山庄断电发电机油料无够，本来空勤按算空投物资，因为气候无法度执行。不过欠电洗身躯无烧水，佫敢会当靠手电啊维持光线。用餐是还好，因为我们虽然没有电，但是有瓦斯嘛。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可能就没办法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另外一位车兰山庄原来有上百旅客捌无法度落山。睡在他们会议室的地上，就有的是睡，大部分都睡地上，有的趴在桌上。有几条台游览车停伫外口，留落来的人想要休困，敢会当暂时客伫会议室。无一暝了后真忝，民众起床了后，至少有物资会当先好啊食一顿。尾啊部分路段抢通，旅客陆续撤离。这个还在塌哦。卡头机落雨嘛是动工，准讲土石早就真松软，一直出来也是持续工作。公路总局预估台7线明池到英树路段，爱到18透早才有法度抢修通车。即届大东乡的灾情严重，也阁有渔民通往渔阮的路已经断去也未通，所饲的鲈鱼拢总价值400万，阁因为停电全部死了了。我们家当都在里面，万一这个水再大的话都不行。当然要不变桥或怎么样子哦，但我要毁啊呢。抢救过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叫那个什么，叫虾，先让你们能够过去。宜兰县长林志妙答应会赶紧处理。伫宜兰市区目前雨已经有较细啊，像和平公园本来溪水涨悬淹大水，即马水嘛拢退啊。只是风台过了后，山区无论交通还是农渔损害，拢对当地民众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地区也落大雨，造成这南洋溪填满满，民众伫日指批讲，这第1号船局袂记咧甲南洋溪防水闸门关起来，加上监视器去互偷提去啊，所以无法度随时来监控这水位，才引起这溪水淹起来，害到这7乡村来淹水。经济部水利署第1号船局科长李建豪表示，拢有伫咧监测水位，早起5点外有甲这水闸门关起来，一直到7点外，才为着排水来甲拍开。目前宜兰地检署分案调查，看啥人爱担起责任。我的天！受大雨影响，过宜兰县元山乡7乡村规浸伫水内，水深有80公分。你看底下那个水多大？有点满上来啦！天啊，好夸张哦！因为淹水影响，另外交通受阻，未少人即期第1号船桥是毋是袂记伫第一时间关于南洋溪的防水门加上监视器，互人偷去，无法度监控水位变化，才引起南洋溪水倒灌，才互7县村溪州地区淹水。透早相关单位派人到水门来巡视。这种系统是有专门的地方在使用，我们华语是内
行的人来把它拆卸偷走。就算没有那个东西，我们还是照原有的机制在操作当中。认为说5点到7点关门的那段时间是有一段时间是外水已经所以那时候不关的话，外水会南洋溪的水会倒灌到里面去，造成积淹的情况更严重。澄清关水门甲监视器和人透气无关系，一切拢按照原来机制操作。不过溪水倒灌不止予居民陷入危险，农作物也损失惨重。到底倒位出问题？宜兰地检署启动分案调查，要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到咱台湾的股市，这美股呢，则是表现了无讲介好，虽影响到台股今仔日表现。盘中捌落超过300点，落尾收伫咧12966点，无到13000点。另外讲到咱台币汇率，早盘也落一角，变做是32块外，落尾央行有插手，转来到31.997块。顶礼拜，美国公布上新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8.2%，比市场有预悬。美国14收盘震动，连带影响拜日台股开盘表现。落140点开出了后，伫电金团、航运拢无的情形之下，开价走价，上加到12814点，搁落破13大关，最后落162点，收伫12966点，成交金额2067亿，其中外资卖超87.68亿，台积电65块到397块，近2年新低，市值达到10.29兆。那盘面上除了说电子股走弱之外，另外金融以及传产的航运这个都是今天的一个重灾区。那似乎呢，就是说指数的部分，上个星期五的一个反弹市场追加的意愿其实也不是很够。目前来看的话，并没有看到明确落底的一个讯号。分析师表示，这礼拜美国企业财报周正常，在这变数影响之下，地产走势恐惊来回震动，加上美金指数续强，美国看不到资本信号，市场风险依然真大情形之下，台股今年为万倍，落超过5000点，新台币贬值也超过4块。外资今年到顶礼拜五已经在集中市场卖超1.29兆，在外资大量汇出之下，也互新台币1731.93块开盘了后，就马上真紧走价。盘中落破32块关卡，创5年10个月来的新低。在央行进场监护之下，最后收伫31.997块换一美金，当盘1.13价。上周礼拜五嘛，就是美股在修正了，然后加上日币破底，所以整个亚币有进一步走贬压力。那目前看起来，央行是看趋势难逆转，应该是暂时没有硬要跟市场对坐。外汇分析师认为，这几天新台币换美金徛稳32，外资卖压求手，而且阿币当中包含韩元人民票也继续破底情形下，台票要走强无简单，因为伫美国联准会继续鹰派之下，无排除11月12日搁成3倍，新台票恐惊会继续变淡。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长王美花进前有带团去到美国，拜访几间世界级的科技公司，希望会通创造台票300亿以上的订单甲投资。王美花表示，对台湾供应链的成长有真大帮助。不过，受到这罗西阿帕乌克兰的影响，加上全世界当日通货膨胀，对学者表示讲，这9月的外销订单若准备变到正成长，恐惊是有较困难。另外，有美国媒体报道讲，若阵中国拍台湾，美国会将台湾的台积电毁掉，避免去互中国占去。经济部政务处长陈正奇表示，这拢是无影无迹。经济部长王美花则是带团到美国加州硅谷拜访4间世界级科技大厂，得到美商热烈回响，投资加订单渴望投入300亿的台票。拜访了之后，我们大概可以有100亿的研发投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不只是100亿的问题，它其实是这个研发投资会带来我们台湾的整个供应链一起成长。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主要甲美国科技厂高层交换意见，也寻求半导体供应链实质技术加人才交流的合作。国家真侪间科技厂签 MOU， 不过学者认为俄乌战争也未结束，国家全球通货膨胀压力的因素，预估今年9月外销订单可能会变乌，第3季可能会出现负成长。库存的情况呢，还是很普遍哦。那因此呢，要等到这个库存去化大概要到一段落之后，那才会比较有能见度。9月的订单，我认为大概不太可能能够维持正成长的。
或者是讲经济部长王美花甲美国谈的订单，因为落单停输需要时间，国家国内自通讯的产品也有库存，上万恐惊要到明年300亿才会当看到效果。不过最近有美国媒体报道，若做中共犯台，美国会毁掉台积电，避免去中共占去。经济部赶紧回回。台积电的这个成就啊，当然是让台湾在国际间啊占有这个供应链的关键地位了。但是没有人讲要毁坏它了，没有这回事啊。强调无人要毁掉台积电，对台积电全球布局表示尊重，不过一定会加上先进的制程留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共20大伫10月16正式举办，中国的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不过，这几天国际社会一直传出反对习近平的声音，亲像伫咧英国有香港人去包围中国驻英国的领事馆，抗议习近平连任，煞去互人拍。另外，伫美国的洛杉矶也有中国领事馆，中国人去到迄个所在抗议，因为抗议习近平独裁。中共习近平连任可耻，暴政邪恶必亡。中国合法民主人士17去美国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抗议习近平独裁，各种现实差北京四通桥事件标记，各成员挂出反射布条啊，被掠洗骗10人。喂！中国驻英国总领事馆外口一群香港人放口写中共甲习近平的标记，结果该领事馆人员爆发冲突，也有抗议人互人入去，好亲像互领事馆的人拍。抗议影片在社群平台流传，引起国际讨论。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共20大登场，总书记习近平报告中真侪摆讲到爱斗争，佮指出要破解香港的新战处矛盾。在北京当局真侪摆讲到新战处矛盾，不过唔捌写入党代表大会报告当中。他不容许动乱的这些因子，怎么样去维持香港原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制度，影响到就是香港人或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财产的隐私交易的安全，都有可能在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之下，会受到来自于国安法的监控，这也是一个深层矛盾，但是我认为也是无解的。专家认为，要确保在爱国者治港的前提之下，也可能维持港府在一国两制中原来经贸优势，本质上都会袂少矛盾。这种情形真歹解决，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伫20大政治报告，佮着该强调反对台独加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而且也讲到绝对袂答应放弃使用武力。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也公开国民党发给共产党的祝福，去互民进党批评讲完全无顾虑到台湾民众感受。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这是照英国做法，也强调国民党会捍卫中华民国、守护民主和平，也个维护两岸和平。外交部也讲，台湾是无要接受中共的设定。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洪秀柱。新党主席吴成典、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等也发来贺函贺信。中国20大16开幕，根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国民党发祝贺的电报，共产党嘛回应，双方共同强调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去互绿营批评讲是咧甲中国巴结，无顾台湾人民的观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是照旧例发贺电，而且强调守护自由民主。我们依照惯例，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强调我们的立场，捍卫中华民国，守护民主自由，维护两岸和平跟区域和平。习近平20大发表政治报告，讲到台湾是几啊届强调讲反对台独，甲反对外部势力的介入，而且嘛讲绝对袂放弃使用武力。学者指出，中国强调武力是要对抗外部势力的介入。不放弃使用武力，我说这没什么特别。几十年来都这样讲，但他们强调的重点是武力不是对付台湾同胞，而是对付外力的介入。学者张显超分析，20大了后的两岸关系会进入和平甲战争的关键时期，美中会进入战略竞争的10年。外界关注中国20大了后对台湾的立场。外交部表示，咱国未接受中国各方面的设定。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那台湾也不会接受中国任何片面设定的这个终局啊。
若无意外，习近平会伫20代进入第3个任期。根据华盛顿邮报社论的分析，美国无法度引导中国的崛起，兼顾美国的战略利益。这嘛是美国反思过去各方面对中国的期待甲误判的时刻，来避免搁犯类似的错误。也若纽约时报是报道，习近平甲精神放伫安全问题，中国未来会搁较关注地缘甲意识形态安全。这个比例是比过去强调的经济发展要搁较济。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中度风台尼莎礼拜也予菲律宾落大水雨，上界大的岛屿卢宋岛东北部当日做大水，上部有16个钟头去互引起。另外，伫泰国过去1个月一直咧做大水，这观光地点普吉岛也当咧做水灾。另外，中部呢有伫咧河边的面搭饮水啊，却是生理照常伫咧做。人客食面的时阵，伫卡边啊，个鱼啊收来收去，颠倒吸引袂少人来交关。雨落袂煞，头前的厝已经一半浸伫水内。中度风台尼莎拜日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风速行过菲律宾卢宋岛北边，互当地卡车沿线连2天落大雨，造成大水。车路、农田用饮水至少10来村头受影响。美国政府紧急撤离当地数百户人，好佳在无传出伤亡。另外，伫泰国南部的度假景点普吉岛，周边因为热带性嘅气候，规暝落大雨，互较低的所在大淹水，车泡伫水内点头被迫关起来。救援人员紧急撩水，将行动不方便老人甲在床的病人赶到安全的地区。当地居民表示，毋想过普吉岛会发生大水灾，这是数十年来第一摆看到。当地政府已经紧急抽水，不过一直到拜日，依然有车路因为积水封起来。饮水扰乱日常生活，不过部分泰国人采用无共款的心态面对。中部普通府一间大địa高速公路路桥下骹的泰城面搭，进前因为落入风台，早起野河河水涨起来，大围拢浸伫水内。业者本来就是无生理汤做，想要到顾客拢来享受食饭时阵，卡边有鱼收来收去的独特经验。แปลกดีค่ะ มีปลาต่อเท้า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ตอนแรกมันก็รู้สึกกลัวตอนหลังมันสนุกเลยสนุกใช่ไหมตอนแรกรู้สึกกลัวแล้วเราสนุกกับการให้อาหารปลาไหมครับสนุกไหมครับสนุกครับอยากเล่นน้ำด้วยอยากให้อาหารปลาด้วย 业者表示，今年水位相关特别紧，差不多10天就到骹头区。顶一摆水位涨这么悬，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事实上，泰国过去1个月一直做大水，北部、东北部甲中部拢传出灾情，超过22万户家庭受影响。公司新闻7万名编辑。英国政府伫进前推出对好业人较有利的减税计划了后，却引起金融市场变动和批评。因为首相特拉斯顶礼拜5态度大转变，毋但甲这财政大官换掉，也搁在宣布要恢复征收企业税。特拉斯大转变无疑是为着挽回伊的名声，毋过却是无多机会，连保守党内也出现讲爱特拉斯落台声音。英国经济政策一直改变，首相特拉斯进前提出大幅度减税计划，气候国内强烈反对。月初先宣布调降高收入的税收计划取消，顶礼拜5个紧急调回人伫国外财政大臣看腾，叫伊自动请辞。Today, I have asked Jeremy Hunt to become the new Chancellor. 特拉斯毋但予前外交甲卫生大臣韩特来换财政，同时阁宣布要阁征收企业税。I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keep the increase in corporation tax that was plann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This will raise £18 billion per year. 执政早1个月过就大改变，原因就是加税收高负债的财政计划引起民怨，影响到保守党的名声。这原来予新任财相这个重大都要赶紧处理。It was a mistake to cut the top rate of tax at a period when we were asking everyone to make sacrifices, and it was a mistake to fly blind and not to back up the economic plans that were announced with an independent forecast from the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Both those things have been addressed. 不过首相这么大改变，百姓好亲像无咧信道。Trush going? Yeah, by the end of next week.
They're panicking, aren't they?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She should go as well. I mean, it's just as much her mess as his. 那外界批评的声音真济，党内同志嘛无听伊。根据英国卫报报道，保守党内部已经有100外议员向1922委员会提交对首相的无信任批，逼特拉斯都要落台。声势良好的工党也爱特拉斯卖占位。英国一项民调显示，若是现阶段举行大选，工党会得到上大的胜利，摕到411个席位；保守党更来当摕137个席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伫桃园有一个63岁姓吴的查甫人，14伊一个人去苗栗爬山山，却失踪去啊！这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发现这个查甫人最后的定位是伫咧西潭附近的步道，昨有派人去找，不过今仔下晡1点多找到，是找到伊的遗体。好，来小心。好，你还要再放哦。对，我放那边，去看一下。OK， 好。搜救人员救索啊，沿真街山壁要撤落山坎卡。一个下过袂少障碍，就是为着要找找一个失去联络姓吴的查甫人。17下晡，救援人员伫咧步道下骹，差不多150公尺的所在，发现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不过已经无生命的现象。那个失联者已经欧卡了，是没有什么外伤了。苗栗县消防局表示，因为山顶的天气无好，风嘛真透，会用人力的方式，先把遗体扛去山顶的路线，按算18早起改送落山。7月14日，桃园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去苗栗爬山，原本按算为象山的登山口爬起哩，再搁去新岛山、神山，完成新鲜创造这条路线。不过尾仔煞找无人，家属伫人面找车山又斗3天，嘛通报消防局斗找人。专家的向导表示，神山虽然海拔无到1000公尺，不过这条新鲜创造的路线最近真正传出山难的事件。上近的一届是发生伫咧9月底，因为这条路线若要爬到上顶悬，都要沿山岭攀岩起哩，难度是真高。但是你不要小看这200公尺的一个落差，其实它很多地方都是很陡峭的攀岩地形，从这边上去是一个最便捷的路线。那你说它是陡峭的岩壁，走起来相当有一个困难点。可是你从其他路线上来的话，困难度比这边是更高的。张浩勇表示，当地是属于破碎岩礁的地形，最近因为落雨，土木是搁较无稳定。建议山友除了爱有基本攀岩的能力，嘛建议唔通一个人去，才会当确保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读册生出来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顶礼拜去互发现讲，伊死伫咧树林细厝内面，真有可能是凶手的姓陈的查甫人，伊食药自杀。经过抢救，目前已经出院。伊也向警方表示讲，伊和死者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却因为金钱纠纷无说理，甲伊处死。不过这案件还阁要进一步调查。马来西亚女大学生伫台湾互人抬死，30岁姓陈查甫人有动嫌17出院了后，带回树林分局做笔录。而案发过几啊天，因为姓陈查甫人食药轻生送医抢救，专案疑点重重，2人才熟悉无到1礼拜，哪会杀人呢？互死者家属无法度理解来台处理后事，心痛发声求公道。我们辛辛苦苦把一个女儿养了这样大，对吗？她差不多要毕业了，到这里给人家被杀，杀人就是错，请台湾政府还我一个公道。姓蔡女大学生来台湾读册有害，警方第一要务就是要调查清楚案情。嫌犯定性了后，向警方初步表示，甲死者是情侣关系，伫网络熟识，因为金钱纠纷才失手将人电死。不过详细原因还阁进一步调查。初步调查，那疑似失控杀害被害人。那全案将检具相关事证，持续追查，并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目前要厘清的疑点就是说，关于这个犯案的犯罪事实那个历程，那这样子会影响到说所犯的法条是什么。我们已经完成解剖，已经麻烦法医研究所尽速针对解剖鉴定报告加速的厘清，提供我们解剖鉴定报告。司法冲验伫10日完成，已经交由法医来鉴定。检方也透过死因来分析案情，因为犯案动机无同，牵涉法条也无同。只是嫌犯为一开始辩称是协助轻生，即嘛讲法大胆法，是不是还有其他隐情？交由检警透过事情来调查事件真相。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8806个本土病例，染病死亡的有53个人，中重症有177个。另外，今仔日也增加一个囡仔密斯氏重症个案，也讲到咱台湾内面的变种病毒株 EBA.5 占上介济，有到98%。也讲到带病入境的，即马有验到2例 BQ.1.1 甲一个 XBB， 加在即寡人拢是轻症。新冠本土疫情也搁伫高原期，17礼拜一新增加28806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一减少1成。全台湾也是以新北市5000多例上济，中重症有177例，死亡有53例。重症个案内底新增加一个儿童密斯氏个案，是6岁查甫囡仔。10月初一确诊，10月陆续出现密斯氏症头，目前也搁伫住院治疗。目前累计的儿童的密斯氏的个案，是160例，然后总计的儿童重症个案数是248位。另外，上新的基因定数嘛已经出来，顶礼拜拢总验出100例 Omicron 亚型变异株，其中本土41例，境外移入59例，本土变异株 EBA.5 上济，占98%。境外移入新增加一个美国入境 BF.7 个案，累计拢总验出4例 BF.7 的个案，佮头一届验出2例 BQ.1.1， 另外佮一例 XBB 个案，好佳在拢是轻症。首先呢，它是都有这个传播力增加的一个情形哦。那跟它的这个产生的一些突变，会造成比如说免疫逃脱，或者是对这个疫苗的保护效果会下降，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另外，莫德纳次世代疫苗佫发生注射了后死亡事件，个案是92岁女性，捌注过4期莫德纳。9月27注次世代疫苗做第5期，无想到6天后死亡，这是国内第4例注次世代疫苗了后死亡事件。目前司法伫上验，行政院17早起召开扩大防疫会议，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请指挥中心随时注意疫情，佮准备好各种疫苗甲药物，兼顾预防甲治疗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边境解除封锁了后，交通部喊出今年来台湾的外国旅客要冲破70万人次，而且2024年要恢复当年1000万人次的观光客来到台湾旅游。不过受到这疫情影响，航空业有真侪人离开，这地勤监管还阁欠600-700人。另外，也有人认为讲，为着要接待这观光客，台湾真侪所在爱改进，亲像这公共运输无够优先，这英语字上过细字咯。有来台湾的国外人士向民代反映，观光局咧力推深度旅游的台湾好行巴士车体顶悬的英文标示真无清楚，国外旅客无清楚，爱握手巴士才会停，就安尼无坐到车。一个英文很小，这哪有人知啦？国外观光客啊，看到这种公车了，很高兴，等着要上车啊，哎，譬如他就跑走了。不只是安尼，也是网络查询台湾好行巴士虽然有英文的网站，毋过伫早前引进当中无关键字应对，入会这期衰去，若是要开放自由行，国外旅客想要走找，恐惊有难度。交通部承认，这确实无徛伫国外旅客立场来想。另外，桃园机场伫国门中客了后，地勤人员无够，也是一大问题。流失是3%，大概600-700人。哎，那你要怎么补？跟委员，因为我刚刚也有报告，我们今年底大概只有恢复10% 的运量那明年大概预估40%，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时间可以增加，是不是？快下地勤，我们已经发函要求他们补人。民航局回应已经要求桃园机场赶紧补足地勤人力。事实上，疫情了后，不止台湾机场人力有缺口，附近日本也因为欠人，伫苏国门中客了后面临看板的问题。航空业者表示，因为日本机场容量无够，伫苏航班被迫取消。最近台日航班的看板冲击才拄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环保局这个月初7接到通报，讲台中清水这个所在呢有一块土地，不时咧有这来路不明的，不管是水车啦，或者是灯光车伫遮出入。警方到现场稽查，发现讲这土地去互误开偷盗强酸，检方查8架姓陈的负责人、司机，一个做土地的人带回去关门。关门了后呢，依照涉嫌违反废清法向法院声押，这姓陈的负责人也裁定羁押禁见。保持队员到台中清水区这土地，大大细细溪洞内底拢是不明的落的水。
环保人员到场检测，发现不明液体拢是强酸垃圾水，现场租车内底也有强酸反应。保持总队接到台中市环保局通报，台中清水区这土地，互人挖空倒入不明强酸，除了将怪手甲造车顶器具查扣，也将开车的胜利驾驶以现行犯抓起来。pH 值为强酸，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规定。专案小组表示，这台造车无废弃物程度甲处理许可证，在北部一间回收公司的费用来台中岛。警方也通知公司涉单负责人，甲涉单土地承租的人来说明，这3人拢依照涉嫌违反废清法上班。学者表示，化学垃圾水经过渗透作用，对地下水有危害记录。就看那个土壤的结构，因为有的如果像沙质的土壤，它的渗透就很快。可能这水位高啊，附近就直接喝水，有时候会带上来，会把之前有受污染的地下水带上来。那我们现在就是第一时间赶快有带多少，我们就处理多少。台中市环保局表示，除了启动污染应变，也对污染地点周边100公尺内做地下水的水质分析，佮通报站员明星用水使用。检方认定3人涉嫌重大向法院刑案，其中涉单负责人裁定受押禁见，涉单土地承租人5万块交保，胜利的驾驶是限制司机，扩大追查是毋是一个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4年前开始，甲日本的珠城县合作，互金蕉分段一寡水果变做是当地学校营养午餐的食材。农粮署今日宣布外销范围再变大，今年珠城县会有25000个日本学生会当食到台湾的金蕉。不过最近国内这金蕉价销一直在落，金蕉农也建议政府讲，希望因来推广金蕉，把这金蕉价销救起来。色水清水的金蕉排归排，台湾4年前甲日本珠城县立干市签订强化饮食甲文化交流发展合作备忘录。当年有1万外的日本囡仔营养午餐会当食到台湾金蕉，每日购买量当年拢有增加。农粮署17早起伫屏东举办记者会，宣布外销范围搁扩大。39所学校有25000名学生。那除了这个25000名师生之外，在附近的这些超市，我们也会同步把台湾的香蕉在他们的当地的超市来行销贩卖。11月销去日本的是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金蕉。其实今年金蕉因为夏秋季大出，搁加8月时阵南面好天南面落雨，刺激品煞变质，搁来价销落价。虽然农粮署9月有收购，也拍拼外销，17收购价依照品质每公斤伫4块至8块，也是无悬。招农是讲产量过多，是因为旧年热天收购价伫15至30，使农民一直抢种。价格就往上走嘛，那最近蛮多农民又进来新苗，所以8、9盈利会产出在今年的从9月、10月、11月、12月，所以这一个部分会比较多一点。招农坦白讲，这是长期问题，生产者难免会受到价销影响。政府是毋是叫农民减产，这真歹掠拄好，一定天后年底生长较慢的冬蕉产期，价销就会回升。希望政府这个期间会当加甲卖场通路合作，促销金蕉，会当甲金蕉的价销扭悬。记者综合报道。每一个乡镇拢有家己的特色，带观众朋友来到南投埔里的尊山这个社区这个所在呢。这尊山地区遮有翅膀，也有展望里有真侪真有特色的产业。社区为特别推广在地产业和历史文化，即摆有规划一日的体验活动，要邀请大家做伙来佚佗。来，这有一只胖雄蜂。翅膀的农民当咧教民众分别芳的性别。南投埔里尊山地区的产业真丰富，唔那翅膀，佮带众人体验家务子，参观土角厝，佮有土角芳的制作过程。因为这搭是用原住民的地名叫做乌牛兰，后来改做是爱兰盆地。在地老辈因为在地形好亲像一只船，甲这个地区叫做尊山。这摆社区办体验活动，互民众对尊山更加了解。特别就是讲嘛有带动一寡庄中的这个时代里面来了解咱地方这个文化是安怎来，一寡咱的这个界，会当来带动着咱的农产品，甲咱的特产。也有蓝色，也有黑色，也有红色，很多颜色啦。搭配5色。你家己设计安尼吼？嘿咯。安尼有水无？有啊。有啦吼。
除了导览在地产业，体验活动佮互民众来为过日啊画色水，民众画甲真用心。镇长也讲，这个活动真有意义。这个川山有闹市伫爱兰台地内底吼，包括伊的土角厝啦吼，伊的土角芳啦吼，啊做上好的这个导览吼。你像伊的川山有闹市吼，开放报名了后吼，秒杀吼，尤其是有外口真侪咱的这个社区吼，要来遮吼取经吼。活动一推出，连四边的社区也来抢报名。主办单位望讲，透过一日的体验活动，互更较侪人了解全山的历史文化、在地特色、各农产品，也刺激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文资局委托民间修复的国定古迹鹿港灵山寺，说互在地居民发现讲，这修复了后的色水甲形体，参原本的无共款。在地居民今仔日也呼吁文资局要赶紧停工，千万唔通造成更较大的伤害。文化部长李英德也已经来回答咧，也指示这文资局伫完善沟通进程咧，爱暂停时间。本地主间别墅的夜婆变成青面红头，本地真有精神的戏北煞变做共神共神。文化部文资局开5600万修复国定古迹鹿港龙山寺，在地居民煞看了真生气。是毋是这个工程的单位，伊为着要紧得到这个工程款，所以伊赶紧来施工，伊完全无咧顾工程的品质。在地公民团体参学者甲民意代表17条开记者会，控诉文资局委托民间单位修复鹿港龙山寺，煞无照原本的色水形体修复，互正百年的开龙汤变做大家无熟悉的模样。足侪人感觉讲这开龙汤修甲伤新，而且呢，真侪旧商品拢会当旧类出讲这个新造的这个形式，甲旧的商品的观点的足侪美感完全是无共的。公民团体认为，文资局毋但无尽到监督的责任，嘛无事先开说明会，甲在地居民沟通讨论，就直接互厂商用古迹本体做示范，才造成无法度救的状况。啊，这物件无去，伊就袂阁转来，吼，袂阁转来啊！所以，咱即摆看的物件就是讲，看你若阁继续安尼做，可能会做一件歹一件。啊，所以这时阵，咱要赶快的踩刹车。保留预算，立即停工。公民团体呼吁文资局爱紧停工，避免对古迹造成更加大的伤害。文化部长林英德对此道歉，嘛指示文资局伫完善沟通进程，暂停施工。记者林书谢桂林综合报道。传统的喜庆庙会拢会请八音来现场演奏来闹听，不过即马拢去互现代音乐取代去啊！这八音乐要失传，所以阿泰乌琴乐团就决定讲，要甲这八音的乐曲做整理、写做谱，佮招学生囡仔做伙来演奏，传承八音。现场演奏的八音古乐，神圣庄严，佮有气势。由阿泰乌琴乐团甲台南市佐镇国中佐镇国小的囡仔，做伙伫咧佐镇的北极殿来演奏。像我若要倒有必须大家拢看会到，但是这种无形文化资产在人的身上，耆老一旦消逝了吼，就随着这个人就不见了。八音用大足大啊，但是了即嘛，你的松树拢用迄个洗手米去啊，八音刷去就取掉了。所以讲我们有这个无形的文化哦。应该要把它保存下来了。北极殿的总干事表示，因为无论是喜庆、庙会，也是办丧事，拢会请八音乐队来演奏。不过即马拢渐渐互流行乐队，也是录音档取代啊。这八音的文化是强强要失传。阿泰乌琴乐团就甲艺术基金会合作，要来整理八音的乐谱。有佐镇国小跟佐镇国中这样子的一个古乐器的演奏呢的支持，我们除了支持师资以外，然后也支持这项八音彩谱的工作。若是将八音的乐曲整理做谱，嘛就佐镇国中、国小的学生囡仔做伙来演奏，要将这无形的文化资产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水大今仔日台宣布讲，因甲这美国的耶鲁大学研究团队发现6个月大幼婴仔有大脑预测的能力，而且能力愈强，未来的这个语言词类数量也愈多。另外也发现到这亲子共读是提升大脑预测力的关键。实验这次6个月大幼囝先听声才较大的反应，透过头壳底的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机来收集处理视觉信息的大脑枕叶神经活动。研究团队发现，就算有声无图，囡仔的大脑枕叶嘛会产生神经活动，出现一种大脑预测能力。
他学会了听到声音会看到图片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所以即便图片没有出现，可是我们看到在负责处理视觉讯息的大脑枕叶呢，也会产生神经活动。台师大甲美国耶鲁大学大脑发展甲学习联合实验室来合作，发现这种大脑预测能力愈强，会互幼囝伫1岁至1岁半时口语思维愈侪。另外，父母若愈早读册，互囡仔听，嘛是语言发展的关键。In the second study, the amount of storybook reading that parents provided to their infant language in infants, but crucially, that association was enhanced by the predictive brain signal measured with FNIRS. 研究团队表示，父母共读的时阵，常常会参幼囝互动，亲像问因看到什么动物，因的大脑嘛重复听甲看，促进大脑的预测能力。这项研究嘛刊伫国际期刊。记者田木里台台北采访报道。伫西班牙有一个1岁的查某婴仔，伊成功移植肠仔，目前复原的情形是真好。这项手术是真特殊而且真困难，是因为肠仔无法度对已经无心跳的器官捐赠者取倒来了后进行保存。 17个阶段小艾玛是世界上第一例自心脏衰竭死亡的捐赠者，得到肠道移植并且成功的案例。伫伊1岁时阵接受移植的手术，怎么身体正健康。Noticia es que la vida sigue adelante. Ella se alimenta como un niño cualquiera de su peso y de su talla. Come muy bien, le gusta mucho comer, jugar, disfrutar de la vida. Es una disfrutona. de todo 艾玛才出世1个月时阵，就互人发现肠仔伤短，被诊断是肠道衰竭，健康愈来愈歹。一直到接受移植了，身体才较好。艾玛伊接受的是无心跳器官捐赠，也就是医生判定捐赠者无心跳、无喘气的功能加疾病。慢内器官因为欠含氧的血液，就要用叶克膜来保存。不过肠仔要安尼保存有困难度，这甲消化器官的特性有关系，也是艾玛成功案例特殊的所在。伫过去大部分的器官捐赠拢是来自脑死，不过心脏抑阁伫咧跳的捐赠者。 安尼器官较好保存。Hay pocos donantes en edad pediátrica, hay mucho más para estos receptores que pesan apenas 3 kilos cuando necesitan el órgano. De manera que decidimos, en paralelo, estaba evolucionando de manera exponencial la donación. 西班牙伫咧全世界器官移植是真进步，自从采用无心跳器官捐赠了，相关技术是愈来愈普及。伫即马是占西班牙所有器官捐赠的1/3。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0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